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初4，诗篇71篇50安尼讲：至高的上主啊，你是我的仰望。对我少年的时，你一直是我的倚靠。三角来祈祷，做阮仰望甲倚靠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伫创世以前，就通过基督竞选阮，互阮伫你的面前，成做圣的至高上帝。主啊！因为你的怜悯，将这个恩典用各样的智慧甲见识，满满赏赐互阮，也互阮通伫你的内面来得到这无比的疼痛。主啊！你对阮的生命有奇妙的安排，这样的疼，无人通比。阮要深深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！阮常常看家己做卑贱，也袂记得阮是伫恩典中的儿女，总是主你看阮做宝贝，你爱阮专心来倚靠你。主啊！你是阮的仰望，对阮少年的时，你一直是阮的倚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